大家好，我是蔡定恒，欢迎收看《修行的喜一家》耶！我是台北囡仔，自细汉就无咧讲台语，也毋过因为宜兰的阿公阿嬷听无华语，所以我就开始看连续剧学台语。所以台语对我来讲，毋但是一种交流的方式，阁充满了我甲阿嬷满满的回忆。阮想要找找台湾农村内会晓讲台语的囡仔，带领伊体验修行的迄一天。哇，遮济土豆，这是云林北港。伫咧遮，我有熟识一个弟弟，伊叫定恒。听讲因兜即马伫咧念土豆，行，我带大家来去看卖。定恒啊，我来啊！哎呦，姐啊，你来哦！哎呦，啊边啊，这是这是阮哥哥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是子妍。啊，阮即马是要为倒位开始种，哪会拢是倒咧食？因为咱采收土豆大部分拢是用机器咧采，哦这就是机器用过的。哦，所以咱即马捡的是机器无捡到的。伫机器的后壁。哦好。啊，你即马咱来去机器后壁，较捡有吼。对。行。哎呦，喂，哇，你较精长的。长开的好处。啊，这嘛。哦。啊，明明机器就紧了足清气啊，啊，为什么搁要紧？因为如果有无捡到的，就会浪费。哎，这是吗？毋是，毋是，这袂使。安怎看讲伊袂使？因为这是平的，哦，平。无遐尼明显。迄个一寸的无够明显嘛吼。对。好卡，过来，继续。哎，这条是吗？这条是会使的吗？这条，这应该是袂使。袂使。这拢无啊。一粒拢无。毋过来紧土豆，惊趣味。也毋过我无感觉足轻松的啊，因为我拢捡无啊。我安怎找我拢找无啊。毋是啊，爱看运气。好运气吼。对。今仔日我的运气较歹。啊，为什么遐有足侪阿嬷咧捡？因拢有来捡啊，啊，伊是恁兜请的吗？还是讲伊是你的亲戚朋友？就是有做土豆的，想要来就来啊。所以凊彩因捡，因想要捡就会使捡。对，毋过海仔尾袂使捡，海仔尾就是迄机器后壁有一个桶仔，迄个桶仔，桶仔内面的物件袂使捡。桶仔内底是恁兜的，对啊，所以紧遮外口的拢会使。对啊，所以阮捡无的有一个原因，可能是阿嬷拢捡了啊。哦对啊。啊，你是会敲电话甲伊讲，我即摆要来采收啊，啊，恁紧来捡，还是因家己就会知影，因家己就会来看。亲戚朋友要采收的时阵，嘿，阿嬷甲阿公拢会去。哦。啊，阿嬷甲阿公要采收的时，迄朋友拢会来。哦，所以就是互相的一种，我甲你搭讪，啊，我嘛来捡一下安尼。对。哦，好，安尼啊紧捡，那无。有。哦啊哦。我今仔头一粒，要毋过这毋是我捡的。多谢哥哥。大家好，这个是我哥哥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佑弟。伊走的时阵，佮骑脚踏车的时阵，会使足紧的。伊定定会收到真侪好爽的物件，甲我做伙爽。我上介意甲哥哥做伙爽啊！小朋友看到这，无，一粒拢无。
我都捡无。啊，你吃2点是要安怎吃？我人有叫吃咧，哦，你甲我教要安怎捡好无？啊，但这重个若有就较黏，啊，这涂骹若有就较扣，安尼啊。安尼哦。对啊，啦，好诶，歹诶，拢先捡上来哦。无啦，还是看起来拢是好诶。较好，你看若阮捡这过嘛好，你无看。哦。我真正阿妈捡遮济了，是吧？啊我安尼，啊，你要捡这衫？哈？你要捡这衫？应该捡落去拍搭。捡对这细细就是衫哩，哦，会使啊，沙就会使食，沙丝就会使食。啊，就3熟，3套要几点钟去？哦，爱啊，开点钟。滚起来，啊，摆迄个豆沙。爱翕无？哎呦，爱翕。嘿。你也要衫，阿妈不只出来你做衫。真正的吗？好。哇！多谢阿妈。啊，佮加减啊网球，好好好。啊，佮扣啊下大对就黄衫。好，我得着阿妈好诶土豆。伊是啥？小妹个小妹弟弟挂无啊？迄个嘿，是因弟弟，因弟弟嘿，啊迄个，毋熟衫，迄个是阮弟弟。哦，迄个弟弟，你会晓扣无？你会不会剪？你会晓扣无？袂晓啊，安尼要来试看卖吧？要不要试一下？好，来，咱即摆来耍一个游戏好无？好。5分钟的时间，恁去找你感觉上水的迄粒土豆好无？好，5分钟哦。时间要到啊，找着阿妹，找啊，找你到啊，到阿妹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嘿，对，大家拢下来。阿妈，我摕咧，你捡几粒？1、2、3、4、5，来7粒，我接入开。来，弟弟紧的，土豆切的马肚，你弟弟捡的。弟弟讲家拢足水，家拢足水是毋是？家你的土豆号一个名？土豆，这个土豆好，啊你的名是？灰灰，这条叫灰灰。白白白白安尼好，灰灰白白。我要叫啥？我要叫啥？哦好，来小黑，哦是的。这个是阮弟弟，毋过有真侪人叫伊串麻糍。这个是阮妹妹，叫做郑玉璇，妹妹甲大家拍招呼一下。这个是我上细汉弟弟，伊这甲伊笑的。这个是嘛是我的弟弟，伊叫做林君汉。伊嘛真爱耍的。睇下妹，哇！变是几粒？变变粒，变。要放来无？要放来无？哎，这个有呢。阿妈，阮为什么要捡这个台仔尾？因为爱捡较袂拍算。啊，台仔尾就是机器较无去并着的。捡着的，毋是台仔尾，伊就是算讲家己芳迄个爱伊会飞外口出来，嘿，无着会飞外口出来。啊，伊若是沉安尼徛，嘿，就较无台仔尾。啊，伊沉若倒安尼落，伊会夹袂好势，伊就较有台仔尾。哦，所以咱家剩的无芳所以吼，着的。咱咧种的管理就是爱尽量管理吼，长徛，莫倒。啊，我有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拢安尼包安尼红红？包安尼较袂用垃圾，毋过较袂晒你
阮做事人吼，无像人咧抹迄个种高防晒，所以吼，就爱包安尼。日头做盐的时爱洗伤强。哦，夹拍蚵安尼，拍了个会分大安尼。哎呦，姐姐，我即摆带你来烤饼仔林土豆。啊，为什么饼仔林的土豆爱用烤的？阮毋是有加去安尼胖胖的就好啊。因为这是饼仔林，就是上饼仔的。这较低的所在是高，这较悬的所在是零。上饼仔的四个零叫做饼仔零，因为是上饼仔的机器无法度落来，人爱先家己用起来，机器才有法度落来。哦，所以所以阮爱先伫个机器来进前，爱先家己安尼学起来是，这动作叫做烤土豆，啊，甲我教一下。就是手到土豆的上下骹，嘿，安尼，这轻松就起啊！哇，足济呢！安尼好，甲头用掉，用掉，啊，过来爱紧落。我根本就是用踹的嘛，差不多。差不多。会开始甲阿公阿嬷斗相共起土豆的啊？以前较无力，连这个拢无法度摕，差不多7、8岁时吧。哦，伫咧台北无代志的时阵啊，就是坐咧厝的耍佚佗米啊，若无就是耍手机啊。哦，伫咧遮有这种通好耍的，嘛是袂歹呢。去田内底嘛会使掠虫。哦，嘛会使掠虫，对。对。嘛有虫，昨仔阮有看到落雷嘛。对，有落雷。我以前有伫田内看到迄周吉。周吉？对。以前迄风台天，迄因做的沟仔内底拢是鱼仔，足济，足济。嘿。哎呦，有迄用来好看的，嘿，嘛有迄会使食的。嘛会使食的，对，就是迄五龟鱼啊，迄种。五龟鱼啊，阿嬷拢无咧用夹仔，拢是安尼。阿嬷拢安尼。以前我拢会甲阿嬷比赛。比赛上会较紧吗？对。我拢用夹仔，阿嬷拢用手。毋过我拢输。你感觉爬土豆是一款安怎的活动？是一个，我感觉足新鲜的，足趣味的，足趣味的，就是看迄卡。安尼闭开，对，搁有迄海声，哎对，迄个啥啊？等姐姐甲伊做伙啊，是你去摕一碗内底。你会感觉你的弟弟妹妹足菜无？弟弟要回答你的问题，都回答不出来。其实，甲因做伙，感觉足好耍的啊，因为因讲的话有时阵啥物拢听无。也无这个句。啊哥哥，你会感觉弟弟有菜无？以前会晓跳，即摆拢袂记哩啊。袂记的。
一天的台语课，来甲土豆田就一定爱学甲土豆田有关的台语。姐姐啊，唔是土豆田，是土豆园。土豆园啊，园甲田的差别伫倒位？园是大，田是有水的。哦，所以这是土豆园。定型，咱咧采收土豆的时阵，有一个动作最重要的是念，咱这个动作就叫做念土豆。哦，念土豆。那呢，念来这个土豆叫做这叫做土豆芽啊。土豆芽啊。掰开了的土豆叫做这就是土豆壳。土豆壳。内底这就是土豆仁。土豆仁，这就是甲土豆园有关系的台语啦，大家会晓吗？我毋知是机器还是人工的较好食，毋过我知影阮兜的土豆糖是世界上上好食的。我等一下来食看卖。好啊。我咧切这土豆糖看起来足好食的。会使食哩啊？会使食哦，啊，你我会使摕啊吼。系啊。安尼摕这个。看伊介意倒一个，你就甲摕。哦，烧。好，番茄。好食。嗯。好食加食。我咧这个足好食的。足芳的。哎，足芳的。那迄白个嘟嘟好，甜豆嘛嘟嘟好。啊，够厉害，咁蛮厉害，袂黏喙齿。所以才定型为虾米会讲这是世界上上好食的土豆糖，因为这家己种的啊，家己安尼采的，这好食是有原因的。阿妈，阮即摆是毋是差不多爱来做包装啊？会使啊。好，安尼，等下去倒下工。因为很好吃。姐姐，我即摆带你来看我搬戏的所在。哦，所以你伫咧遮练习搬戏，啊，搁练习安怎讲台语、学台语。对。哦，啊，伫咧遮学台语的、甲搬戏的，拢是甲你爸大卡的囡仔吗？无，搁有大人，搁有真侪个老师。哦，安尼差不多有几个啊？差不多10几个。哎，这个日记啊，顶悬有一个黄色的动物，请问哦，这是啥物动物？阿西？唔是啦，我看是爸啦。哎，这有先阮阿强教伊的咖啡猫呢。哎呦，这个咖啡猫迄是加菲猫啦。不过吼，愈看吼，我感觉马像巧虎呢，对无？哎，巧虎。吼，阿公，你是老伙仔目镜袂记你挂是无？这毋是巧虎啦，你是目睭花花，不啊看做菜瓜哦。哎呦，你是讲我目睭糊糊，还是我看做脸糊哦？足厉害的，足厉害，配合。哦，是讲阮定型啊，你是毋是较介意搬戏？对。你早起的时阵，敢若甲即摆的即个模样，还有即个状况无共款呢？到遮会使学着真侪台语，搁会使甲老师搁有同学做伙耍。毋过我骹手较紧，比你家先饲着搭阿妈。哦，拜托。啊，不，你敢不骑两轮的？弟兄，你爱带咯，慢慢的骑啊。啊，哥哥。那我们要骑去哪里？若是伫咧遮看迄个日落，还是足水的呢。足水的。啊，月娘。看下晡的日头跟月亮是真水，无毋对，不过放啊足侪。你上远徛到倒位啊？妈祖庙。你是讲朝天宫迄个妈祖庙吗？对，就是一直徛一直徛。哇，真侪鸟啊！对啊。一
直接看你拄则演戏演了袂歹，大汉想要做演员吗？无诶，那我你大汉想要做啥？我大汉时阵想要像爸爸共款做总铺师。哦，啊搬戏咧，搬戏，我是感觉搬戏是兴趣，兴趣。所以你是先拄着台语，还是先拄着搬戏的？先拄着台语的，因为平常时迄校就有咧教台语，佮有迄阿嬷阿公嘛是拢讲台语的。我本来是无介意台语，是拄着搬戏了后，我才感觉讲台语是真好耍，足趣味的。若是一个物件，咱会家己学了足厉害的，嘿，迄个成就感哦，迄种成就是无法度比的嘛。亲像你用台语来搬戏的时阵，你会讲哇，我足厉害的呢！我用台语甲我搬戏，就亲像真正看你咧搬戏的时阵共款。你有想过无？有一天你会使甲镜头台的故事，啊，佮有搬舞台剧，甲伊合作伙。好哦，你会使甲我说，老师，阮家咧镜头台，我知影头台的故事，老师咱来编一个舞台剧，安尼。好，我试看卖。好。你看了？好。我感觉你这个报啥名伫遮哦，是一个真活泼的人。希望你甲我以后会定见面，嘛希望你会使好事发生。亲爱的定恒弟弟，足欢喜熟悉你相处的这3天，非常欢喜。细汉的时，一直希望会使有一个弟弟会使做伙耍。来到恁兜的时，一个仔就有6个弟弟妹妹，足欢喜的。姐姐会一直记得。你嘛袂使袂记你哦。好刀，好刀，会报仇刀吗？好。我老头的，报的啦。啊，定恒伊是一个足乖的囡仔。我的印象内底吼，查甫可能较毋是安尼啦，可能较会甲妈妈搭喙鼓啊，阿嬷叫较袂去做啊，毋过伊拢会去做，就是一步一脚印，啥物代志拢家己来，啥物代志拢家己做。我嘛较介意这种感觉，就较实在啦。你我相拄伫咧迄一天，修成的迄一天，修成的迄一天。啦啦啦啦啦啦，修成的迄一天。啦啦啦啦啦啦，修成的财务官的台语。你我相拄伫咧迄一天，修成的迄一天。